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27章39节到4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搁浅。搁浅对一艘正常航行的船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对一艘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摇摇欲坠的大船而言，搁浅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人生搁浅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出现了问题，无法前进的一个情况。扫罗王自从他得罪上帝，自以为义的献祭，又违背上帝旨意，私自的留下了肥美的牲畜之后呢，他的生命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后来小心眼，是因为他看到大卫事事亨通，就起了嫉妒的心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生命的船不但遇到风浪搁浅，还有损坏沉没了。扫罗不但嫉妒大卫，更想尽办法要陷害大卫。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就看到了他想要迫害杀害大卫的记载。扫罗告诉他的儿子约拿单和所有的臣仆，他要设法除掉大卫。约拿单很爱大卫，就去告诉他说，我父亲想要杀害你，明天清晨你要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留在那里。我会把到你藏匿的地方，在我父亲身边跟他谈你的事情。我有什么发现一定告诉你。约拿单在扫罗面前赞扬大卫，并且说，父亲请不要伤害你的仆人大卫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相反的，他所做的事都是对你大有益处。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杀歌利亚，上主使以色列赢得大胜利，那时候你也高兴。现在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，无缘无故的去杀大卫呢？扫罗被约拿单说服了，就指着主的名发誓不杀大卫。约拿单叫大卫来，把这一切告诉他，然后带他去见扫罗。于是大卫像以前一样侍候在王的左右。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小以大义的告诉扫罗，大卫所做的好事都是有利于他以及以色列国。今天的经文虽然看到扫罗发誓没有要杀大卫，但是扫罗他的心里仍然不愿意接受，没有放弃杀大卫的心。一旦邪灵再度进入他的心，他的生命就完全搁浅，无法再度航行，不能领受上帝的赐福了。前面我们谈过，搁浅虽然是一个困境，但有时候却是上帝用来保守赐福的一个方法。在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他们遇到了大风浪，差点沉船。但是上帝为了保守他们，让他们的船搁浅，免得受到更大的危险。使徒行传27章39节到44节记载，天亮了，
水手不认识那地方，但是发现一个海湾，而且有沙滩，就决定想法子把船搁上去。他们先砍断了索缆，就把锚丢在海里，同时松脱了舵绳，拉起了船头的帆，让风把船推向岸去。但是船因为冲到沙洲搁浅，船头胶住不能转动，船尾被大浪猛烈的冲击，破损不堪。兵士们想要把囚犯都杀了，避免有潜水逃亡的人。但是军官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妄动，于是下令会游泳的人先跳下去，游泳上岸，其余的人利用木头和船上的断木上岸。就这样子，大家都获救上岸了。船搁浅了，完全的损害了，但是如同保罗之前所说的，船上276人没有人损伤。罗马的兵丁想要将囚犯全部杀死，因为他们无法完成押解的工作。杀死囚犯是一种保证不会让他们逃脱的一种做法。但是罗马的军官阻止他们，免得他们继续的搁浅沉沦下去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我恨恶不忠于你的人，但我喜爱你的法律。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的盾牌，我的希望在乎你的应许。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吧，我要遵守上帝的命令。求你照你的话支持我，使我存活。求你不要使我的希望成为泡影。你扶持我，我就安全。我要时常遵守你的命令。你厌弃违背你法律的人，他们所图的都是空虚。你要把所有邪恶的人当作垃圾，因此我喜爱你的教诲。我因畏惧你而全身战栗，我因怕你的审判满怀恐惧。我秉公行义，求你不要让我落在仇敌手上。求你答应帮助你的仆人，求你别让狂傲的人欺负我。因盼望你的救恩，等待你的拯救，我的眼睛都昏花了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待我，求你教导我你的命令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明智，好明白你的教训。上主啊，你采取行动的时候，因为人都违背你的法律。我爱慕你的命令胜过黄金，远胜过精炼的金子，因此我遵从你一切的教训。我厌恶一切虚伪的行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上以上帝的旨意为指引，能够谦卑顺服引导我们，不将我们的生命沉沦搁浅，好让我们靠主得胜得救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